上青通到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永斌，今日传乜嘅好料俾人哋嘅觀眾朋友看下。今天一個表演吼，每一集全部就懂精彩，你等下一定會尖叫。真的。因為吼，我有唱到一筆欣賞。你如果沒有讓我尖叫，我就讓你尖叫。我會是變成慘叫。夾夾啦，都係係乜嘅啦？好啦，稍稍嚟介紹你嘅評審欣賞。TV 分享。歌謠版欣賞，猜梅秋欣賞。說唱界翹楚，恰秀玲欣賞。歌謠版欣賞，總蔡敏欣賞。咱們評審欣賞介紹題吼。我有唱。準備要尖叫了嗎？哎呀。OK 了。聽好了哈。好了。聽好了。撒好了的介紹。快些嘛！很忙了，很忙了，快！現在介紹一位評審欣賞的表演，就係啊。有期待嗎？直接幫我配音就好。哦，等一下你就會尖叫了。好，大家來看一下小玲姐的表演咯。講一個太傻嘅本相王，佢一心愛嫁嘅心意嘅郎，太郎賣瓜子，二郎賣冰糖，三郎賣煙酒，四郎賣煙腸，五郎起裁縫，六郎起鞋箱，七郎盤塔嘅，八郎做和尚，九郎起大樹，十郎多趕虎地度做板房。11、12嘅頭路好，記到兩三對口唱雙簧。也有人啊，就老爺太嫂問講，太嫂啊，佢唔做嘛一家嘅12嘅郎啊嚇。太嫂就講了，哎喲，人道就唔抵了，因為啊12嘅郎係全部就游泳場，閒閒無事愛嗑瓜子。最度無名啊，很本堂，人客來遊研究，唔是買韭菜遊演場，散夫爛踢有裁縫，海嘅快踢有海香，早晨有人盤塔嘅，做生日，你唔是想做戲嘅有雙簧啊，有雙簧。故事講到倆位，中獎就會大出籠。用客家話的講相聲，您是第一位，超猛！對啦，那個搭檔啊，他有個搭檔，有，我有看過呢。對，那個已經真的，那個才是真的要進故宮，好嗎？啊，那個不是已經進了嗎？下次講國寶就講我，故宮就講他，好不好？故宮國寶是不是？故宮國寶。哎呀，今天這個哦，太有榮幸了，太有那個耳福跟眼福了啊。沒啦，就主要是帶這個鋸齒板。鋸齒板，這個是新的，新的，也沒新的。其實這是流行在廣西賀縣，客家人，佢當到客家人，佢當時其實佢哋都唔要大主板，佢哋會沖山膏，佢山膏漏山膏，咩鉗上鉗都懂，佢哋那中間就用這個鋸齒板，所以沖一支嘛。做得錯，比方講哈，可以。唱山歌呐。他們就可以用這個來，甚至哦，噼哈要跳舞，哎喲，就唔會知道太單調。那我想，今日我發教人家台灣的小朋友客家人啊，唱山歌，佢就可能會學忘嘅，所以就用那個念童謠啊、旁頭啊、搞幾下頭。就是因為它有句子，就多了一個這個。你光這個練這個主板哦，可能就要練上一個半年了。哎呦，術業有專攻啊！你又那麼會唱歌，人又那麼漂亮，再把你，我們還活不活啊？啊，說的也是，對不對？不一條路不遠，對不對？練下你腿鬆哦，唔好搞佢。唔好搞佢哈，見佢差唔多會了。會哦。來。嘿，這個很難呢。還好啦，就學啊。哦，這個不錯。一個係技巧夫嘛，嗬。係啊。哦，哎呀，送啊，好冇？
啊，古人慢慢的练。做得送一副。做得好啊，古人慢慢的练。这用过的排泄啦，排泄。哦，排泄。用过的排泄。这个尺寸也不一样。这是老师的那个吃饭的家伙。你用就进故宫了。好啦，哎呦，今日啦，好来就老板的小林老师啦，当我们的那个评审，好不好？就他来看他俺的精彩表演，啊，刚俺能打一下分数嘞。好啊，欢迎小林老师。接下来看第一组嘅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掌鼓励哦，
稍微熊动的不？班长们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评审先生好，海外观众朋友好，我是客家苏联小金飞的乌头班。乌头班係咪？烏頭班你也係辦咗多少年？50。10對，今年一派50來，一批一批慢慢來啦，係咪？你那班跟年齡層也分得很廣，你看。怎麼說？跟誰啊？幾？老少咸宜都有啊。沒有幾歲哈。啊，他好。哦。你是嗎？你是年紀最小的嗎？他是我們班最年輕的。這是你們班最年輕的。對，上幼氣嘅。哦。係啊。哪裡人？台南人。台南人啊，所以不是客家人。那怎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舞蹈班呢？客家文化。早生，他喜歡客家文化，很優秀呢。你們挑一檔精彩來談他欣賞貢品呢。好，接下來看來談呢個蔡老師，像蔡老師。係咧，欣賞到今日嘅舞蹈班嗬，按到今日欣賞高達啦。因為講佢哋不嘅高嘅線都要好，係佢哋嘅肢體動作，跟他有唱按到說唔好講係一擺，係全部嘛18歲年，服裝要配得好，客家元素要有，所以今日請可以分享到，請好。好，謝謝。對人都個非常優秀啦，嗬，希望我有好嘅成績咯，最好係滿分做得嘛。最後滿分啦，希望啦，係啊，接下來看你嘅評審先生嗬，3位評審先生本你嘅舞蹈班得到幾多嘅分數咧？因為上講兩個人嘅搭檔，黃思晴的課語也不怎麼弱。啊，不怎麼什麼？舞蹈班得到幾多嘅分數咧？再來，沒錯，老師。滿分啊，重點拿出來。謝謝。看子生。好，謝謝。什麼感謝？謝謝。容易哦。劉班總。哦。啊，其他人下一組呢？哈，繼續加油。謝謝。希望你呢，能看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好，謝謝。新做阿哥拖年邁，後生團隊很好身材，3條兩葉偏無西，感情發燒將換冠不我改，新嘅時代，新嘅戀愛，約會唔要做到用數倍，路頭路面也咁難強大。先做阿哥拖延邁，後生團隊很好身材，3條兩葉偏無西，感情發燒將換冠不我改，新嘅時代，新嘅戀愛，約會唔要做到用數倍，路頭路面也咁難強大。獨到我實
此推给另外阿妹爱，阿妹爱，阿会唱啊，唱啊阿婆唱啊，你好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师好，嘿，分享阿金子的来，阿金子的，谢谢，嘿，佳佳你好阿金子的，嘿没？哎呀，哎呀，一喊就发出来，我也是美容人啊，你也是美容人啊？对呀，对哟。难怪我看你好像很脸熟，美容脸，美容脸，有婚吗？美容面，美容面不下的面松哦，叫做亲切的哈。冲过一多年的呀？哎呀，冲过呀，陆陆续续你很好上冲啊，都紧吧？冇啦，都结婚后样冲的啦。哦，喊体育卡，喊体育卡，连冲哎，老公会糖果就冲一条冰糖，老公贴配好上太条係咪？还可以。啊，今天有冇冲上太条嘞？都流了海一转，流了海一转。上太条，聪明了，聪明。冲上太条冇简单的。是啊，是啊。现在谈困难，那个评审欣赏吼，奖品他，唱到那个总欣赏。虽然讲伊迄一上伊这个唱歌，但是全唱安尼。都被你感受到，都有让响动。要不然你冲过青头堂，人家sản婦的打扮呐，每次都还不错啦，有感觉到亮丽，有吃到亲奖哦，还分按赞。他看他今天成绩好冇？谢谢。接下来看3位评审欣赏分阿金子哦，得到几多嘅分数咧？老师，请给分。6，小林老师。哦，哇，是对，谢谢，别让我为您尖叫。哎，阿金子啊，阿金子，谢谢。什么是你嘅客家强劲同我比来唱歌？谢谢。刚刚你 Q 他的看他一组的表演，好，谢谢。
水呢。来，嗨，你好，跟大家问好。大家好，乃扁字好。扁字好。扁字好。你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王思强。因为上公两个人的搭档来冲过诶。因为是同学，然后而且黄思晴的课语也不怎么弱。啊？不怎么什么？不怎么。好可爱呀！不怎么差。哦。不怎么差啦。就係會啦，就係會講啦，一個客法唔會查啦嗬，唔會查嘅意思啦。哎呦，來請問一下哈，根本伊幫人吞一來。媽媽。媽媽在哪裡呢？媽媽在那邊。在前面。媽媽在啊，媽媽。那你媽媽有來嗎？一樣在那邊是不是？哦，哎呦，夾嘅唐寬的那個評審欣賞哈，哎，有唱到。那就有請我們活潑的小林老師。真勁哈，看到有兩位小朋友上台哈，就喜雜詩，就賞心悅目。哦。因為兩個又按電影像哈，好嫩啊，有冇？好清嫩啊，很想捏一下，好嫩。而且我最喜歡他們的服裝，都有客家嘅特色。再來講人家就會表演哦，他們哦唱的是客家嘅，有點講像唱遊空樣。雖然講，雖然你們的客語不怎麼弱啦哈，不怎麼差，不怎麼差，但是聽起來還是那種懂等一下嘅嗓，很可愛。人家都13年，只要負責5全5美，兩個人配合起來就是10全10美，表演都懂好。安妮糖什麼？糖也是啦，糖也是啦吼。我講一句，他們一定聽得懂啦。評審老師漂亮嗎？不差。我會殺小朋友的啊！等下你分數大出來哈，你就搖頭哎。哎，不會哈。咁我哋夾看下要得到滿分冇？好嘛？3位評審老師請下分數。兩位小朋友得到去做嘅分數咯，是5分，獎金，值得鼓勵啦。哦。啊，子涵好開心哦！你3位評審欣賞有獎冇？有懂漂亮冇？有哈。有哦，看3位評審欣賞全部都本你的哈滿分呢。好，有分氣冇？你們下次還想要再來嗎？還可以嗎？還可以嗎？這邊好玩嗎？好玩哈，又可以跳舞，又可以唱歌，又可以拿獎金。哎，重點對哦，所以啊，觀眾朋友啊，要談到重點冇？哎，又可以跳舞，又可以衝歌位，又可以表演人家才藝，又可以拿獎金。安好嘅節目對來錢啊，夾哪天返嚟報名哈。哦，今日妹妹感謝3位評審欣賞，還有今日嘅表演者哦。什麼？用錢全到底，大家來上邊，那就下次見咯，再見。大天大哦！